这回单单是风台造成台南市严重灾情，虽然还有12区也搁伫咧停班停课，也毋过护员工课逐工持续进行当中。交通局正努力甲河堤修好，工务局甲路修清除，互道路会当通行。电水是最重要的民生物资，市区道路要通，然后这个有阻碍物要排除。那这样子，不管是修电杆或是这个修水管，都能够比较顺畅，工作才能进行。其中以农业上惨重，统计到7月9号，损失总金额高达3亿9千多万，文旦全无啥社，渔业养殖属于因地性灾害，也无算伫咧内底。文旦又受灾的面积大概是813公顷。那整个台南市在农作面积的部分呢，一共受灾的部分是3165公顷，所以在我们农业部这边已经申请公告，台南市为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品项，那全品项的部分都有做公告。另外，伫即个风灾，电火条啊至少到600基以上，台电工程人员加紧卡步。爱拼恢复电力，目前复电率达84%，还佫有4万外户也佫伫咧停电当中。已经停电停好几天了哈，那这边台电公司跟我们目前还在停电的这个住户呢，表达歉意哈。明天恢复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有一个努力的目标，但是因为今天清晨起来发现大雷雨，还有打雷，所以这个速度可能会再慢下来。不过我们自己会设定一个目标，那后续还有零零星星的这个接护线的，我们今天会先在干线或分级线还没有上来之前，先把那个线路接上去。风台已经过了第5天，各界齐心斗3天，互生活量早恢复正常。不过，黄伟特特别提醒，目前有缘可能会出现大雨，呼吁市民要做好防灾准备。但是新闻所发陈鸿报道。